来，即摆有袂少人真爱到超商，或者是卖场买即种拍开就会当随食的鸡胸肉，讲营养阁方便，也毋过有营养师来提醒，讲即个鸡胸肉虽然是真空的包装，但是可能会温藏着肉毒杆菌，若是严重食，恐惊阁会造成心经的病变甲呼吸衰竭，所以建议民众也是甲创好烧，互杀菌一下，安尼来食较妥当。 鸡禽胸放伫鸡仔顶，泰式也是好少的口味，在消费者去拣。未破几分钟后，就有小小的鸡禽胸通食。看准到现代人生活步调较紧，追求健康甲方便，就这款禽胸肉选择是愈来愈多，连吃法嘛真多元。我觉得这样吃就可以了。不过通常的话，我会再放一点，把它就说切丝，放一点什么葱花或者是黄瓜当凉拌，在里面加热吧，这样口感比较好啊。对啊，而且觉得加热一下比较就可以顺便就是有个杀菌这样的效果。 你看这个包装写讲随摕就会当食，只是冷冷啊食，嘛是一种食法。是讲营养师提醒讲，像这款会当随食的鸡禽胸，上好是经过加热才食。伊讲就讲，虽然肉片是真空包装，会当隔绝空气，减少细菌的侵入，也毋过食品加工的过程，一旦会受到污染，就可能有肉毒杆菌的中毒的风险。 尤其是真空包装风险可能会更较悬。经过真空包装，就说它只把里面的空气把它抽掉，所以说它可以延长加工食品的保存期限。可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空气很少，可能有一些微生物，例如说肉毒杆菌还是会滋长。 医师提醒讲，食物若被污染，有可能引起中毒，而且肉毒杆菌所产生的毒素是非常强的神经毒素，若较严重的有可能致使神经病变、喘气会出问题。若想要节省时间，想要食到随当食的禽胸肉，上好加热一个，安尼食到较安心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